台湾对这2027年开始就要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。那这学校中昼顿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个油喷，也真做是新的挑战。有中华的高中生呢，是甲这学校中昼无动过这个菜，甲整理好好势，提供予社福团体，帮助弱势族群，互人会当食一顿饱。 学校中昼休困时间，所有一群学生啊，利用这个时间，详细的整理中昼顿的菜尾，有肉有菜，拢是准备要送予仁安基金会，提供有需要的寒暑享用。阮姓氏团队即马有6个人，逐工中昼，阮会去众人整理剩的饭菜，然后提供给仁安基金会。参加这个计划了，我学到我袂使讨这食物，爱甲珍惜食物。 根据产业专联会统计，台湾逐工校园中昼顿食剩的饭菜，单条的喷大概有500吨。台湾后年开始禁止用喷饲猪，互学校的喷变甲真好处理。中华有高中为7年前开始办省食计划，甲清气无食过菜尾提供予有需要的弱势民众，买当互要倒掉的饭菜有更较好的运用，减少讨债食物。咱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已经7档啊，嘛希望。 愈来愈侪同学会当参与这个活动，送幸福给社会的人。仁安一直拢有提供餐食的服务，一礼拜差不多爱开几啊千块的菜钱，其实负担较大啦。这学校的剩食嘛，使帮阮平安站减轻很多负担。仁安基金会表示，目前学校提供的爱心饭菜会当做2顿，提供予100个人食，唔来当减少学校中昼顿剩的量，嘛互社会弱势会当食一顿饱。学校嘛希望靠更较侪人做伙加入省食计划，培养珍惜食物、卖讨债观念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